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斗門清朝古街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大山通龍龜鈕正方張，作品為福州壽山石，材質為大山通精品嘅品種石，石質性軟，材料圓潤，質地極佳，老性極為穩定嘅，耐得住4季嘅品種石。作品溫潤細膩，花紋色上一流。大山通之中呢，黃色質地純潔，通靈動地嘅石量係少嘅，相當名貴。呢件作品黃中大產，色澤明活，效果好似圖片咁。喜歡大山同埋懂玩大山嘅朋友呢，喜歡嘅就係呢一種大山嘅紋理視覺美。呢件作品結晶嘅肌理咧，顯現咗明朗通亮，係柳平系嘅石中咧難得嘅佳品，視覺美無限伸延，非常之好玩。作品成材沒有任何崩崩碰碰、飽滿，料子完整品，值得收藏。作品主題古獸玄武龍龜正對張，係一尊至剛至強、非常霸猛嘅主題神獸，係傳統福州獸偶嘅工藝，東門派嘅風格。而作品形氣跟古製承傳，作品嘅色上一抹黃濃，好吸引人嘅眼球。喺平台印上面咧，絲圓雕嘅雕記，兩方嘅龍龜鈕咧對稱，作品沉穩，工料皆精。龍龜古獸細緻自然，以龍首龜甲分割為形嘅，體態勁挺靈現，神態霸猛。四肢平穩喺印台嘅四角，把龜體抬升離開印台。穩重中咧顯得精湛，視覺感好舒服，展現出佢獨有嘅意境，非常之值得收藏嘅一件作品。